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9月7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轾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是关于胡适的。他说 A 股冲击4000点是慢牛还是泡沫？经历8月的疯狂上涨，中国股市在9月第一周接连回落，市场前景再度扑朔迷离。A 股是会时隔10年重新站上4000点，还是面临又一次泡沫破裂？监管当局又将如何引导市场走势，告别暴涨暴跌，打造类似美股的慢牛行情？慢牛行情，我说的只有慢牛行情，散户才能赚到钱。当然了，不能说100%的都能赚钱，大部分散户能赚到钱，因为你买进去的时候比你卖掉的时候肯定是便宜，卖掉的时候比你买的时候价格要高，你想卖错都难。他文章说，9月3日大阅兵当天，多数中国民众在电视前守候接连亮相的尖端武器，而上海一个股民微信群里，大家更关心的是不断下跌的股指。说这一天，中国 A 股的标志性指数上证综指滑落1.16%，连续第二天走低。星期五9月5日闭市时，沪指回升1.24%，但全周仍下挫1.18%。在此之前，沪指刚在8月25日录得3883点的10年新高，离4000点大关仅一步之遥。反映沪深两市蓝筹股走势的沪深300指数近年来累计上涨17%，不仅逆转过去3年跌势，表现也优于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等全球主要股指。但是进入9月后 ，A 股节节回退，让市场争论已久的话题再度浮上台面。这轮持续了4个月的上涨，究竟是慢牛的开端，还是泡沫破裂的前兆？今年4月，中美关税战开打， A 股受压跌至3000点左右的低位后，开始稳步回升。7月以来 ，A 股加速攀升，沪指接连站上3600、3700和3800。8月日均交易额创下历史新高。就在中国股民期盼股指再创新高之时，一些金融机构开始嗅到风险。汇丰银行分析师8月底在报告中警告，这波反弹感觉与现实脱节。什么现实脱节呢？说上月出炉的一系列数据显示，中国经济尚未摆脱通缩风险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PPI、CPI 同比零增长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34个月负增长，新增信贷额时隔20年出现负增长，房地产销售额加速下滑，固定资产投资、工业增加值和零售额增速全面放缓，也就是数据都不太理想，不支持胡适走牛。宏观数据比预期要差，企业盈利不尽人意。截至8月30日，披露上半年业绩的 A 股上市公司中，近23%报告亏损，录得近10年来最高水平。关于胡适的盈利，我在节目里面说过，5300多家上市公司盈利一半是来自于100多家那个金融板块，剩下的5000多家都在打酱油。那基本面没有好转，股指为什么还能节节攀升呢？分析认为，本轮上涨源自中国低收益环境下，资金从债市流向股市，推高市场流动性，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水牛。中国央行自2023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，拉低银行存款利率和债市回报率。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3年初的2.8%左右，一路降至当前约1.76%水平。以投资债券为主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从2022年初的5%降至今年的2%左右，也就是把债市的很多资金赶出来了，被迫流向这个胡适。说此外，
曾是中国居民投资首选的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，进一步限制投资选择。当银行定存、债券和房地产都表现欠佳，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上升。说中金证券指出，7月非银存款同比多增 1.4 万亿，而银行理财规模同比少增 0.9 万亿，二者出现背离，表明存款进入股票账户可能是驱动非银存款增长的重要因素。除了散户，保险公司也在涌入股市。投行杰弗瑞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中国保险公司向股票和基金投资6200亿元，已接近去年全年的6300亿元。虽然其中大部分用于投资高股息的香港股票，但这类南向资金流出自6月以来逐渐减弱，也就是说，更多的资金已经流向了 A 股。另外说，外资也开始追赶这波热潮，就连被视为聪明钱的外资也开始追赶这波热潮。根据格上基金数据说2周前主动外资出现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流入 A 股，并于8月25日至29日加速流入。高盛报告也显示说，中国是8月全球对冲基金净买入量最大的市场。对冲基金正以近2个月以来最快速度净买入 A 股，多元化资金进场带来的情绪改善，带动 A 股快速上涨，进一步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市。虽然欠缺基本面支持，但只要近期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事件，当前涨势还能维持一段时间。也就是这个对目前沪市的走势还是偏乐观，水牛。关于这个市场有没有见顶，分析师看法各异。对于这轮上涨还能持续多久，说分析师们各执一词。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进金团队上调沪深300指数目标价，暗示未来1年可能还有 10% 的上行空间。他们认为中国股市估值仍具吸引力，主要指数盈利今明2年仍将推高个股，维持高个位数增长趋势。各类投资者仓位也未达到拥挤状态，未来仍有提升空间。这意思还可以加仓，各类投资者仓位还不重，还可以再加仓。但是摩根士丹利他是警告，他说 A 股已出现零星过热迹象，虽然目前尚不普遍，但要尽快看到企业基本面改善和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，才能维持涨势。摩根士丹利最近还有个报告，他那个大摩的那个分析师叫邢自强，好像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，他说，那他的意思是说，目前沪市上涨也没能促进消费的增长，反而说消费还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的访谈节目，说这个 A 股过热迹象之一是部分股价估值过高。以新晋股王寒武纪为例，7月28日以来，这家人工智能晶片设计公司股价1个月内狂飙 134%。8月28日，以每股1587元的收盘价超越前任股王贵州茅台。此时，寒武纪滚动本益比达到惊人的5117倍，远超 88.9 倍的行业均值，这就是市梦率。寒武纪当晚发布公告称，公司股票价格存在脱离基本面风险，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风险，也就是涨到大股东、涨到上市公司都害怕了。但是不要紧，金融消费者、赌徒他不害怕呀。此后，寒武纪价格快速回落，截至星期五收盘，该股已从高位回落 20% 至1281元。说另一方面，通过加杠杆来投资的融资融券，也就是两融业务余额快速上升，也引发股市泡沫担忧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两融交易9月1日达到 2.3 万亿元，突破2015年的高点。有分析师认为说，如果美国美联储1周后如期或超预期降息，
，A 股会随其他市场一同受到激励。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庆也可能延续乐观情绪，刺激股市进一步上涨。当国庆过去，所有预期都落地，机构可能随之撤出，导致股指快速回落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到10月份，大家要关注了，可能有风险。所有的利好的兑现，利好兑现就是利空，机构撤出，股指可能会快速回落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一家之言。不少股民至今仍对2015年 A 股的过山车心有余悸。当年上证综指5个半月内飙升到60%，但在6月12日达到5178点高位后，就开始急速下挫，3个月内便将上半年涨幅尽数回吐。彭博社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称，由于担心市场动荡导致散户蒙受巨大损失，中国金融监管层正考虑为 A 股投机行为降温，包括取消部分卖空限制、抑制投机交易等。一些观点认为，他说监管层可以利用水牛，也就是这个流动性充裕窗口期，推进 A 股的改革，摆脱长期为人诟病的暴涨暴跌，打造类似美国股市的慢牛行情。这个有专家受访时指出，他说 A 股长期以来是由散户主导，波动剧烈，与实体经济联系不深的市场。过去几轮 A 股改革得以半途而废告终，当前内外压力促使决策层更加重视股市，说中国楼市崩盘后急需一个新财富引擎。此外，中美竞争加剧，创新科技企业成为制胜关键。这些企业如今更难赴美融资，要为他们提供良好融资环境，就得打造健全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。专家认为，他说现任村长主导证监会推出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，包括严控上市与退市门槛，重拳打击财务造假，引导保险基金和养老金长期资本入市，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分红等。这些改革措施若能持续推进，加上全球流动性配合，中国有望打造一个支撑财富积累、创新融资和养老保障的强劲股市。但是他也说了，若推动改革的政治决心不足，经济基本面未能支撑估值，这轮牛市不过是 A 股又一次从繁荣走向崩溃的循环开端。我认为这就是沙滩上建高楼，因为你看前任村长都已经落马，看他干了多少事，多少人盼着牛市，结果你看村长在干啥？一边喊着什么如履薄冰，什么绝不辜负这是什么的信任期盼，金融消费者赌徒叫既吃不记打。这个文章最后说这个牛市当前，新老股民感受各异。今年3月，30岁的上海白领王亮从公司辞职后，开始把更多的存款和精力投入到股市中。王亮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，他决定炒股是因为当前银行利率太低，我对股市的要求不高，收益跑赢存款利息就行。随着银行储蓄利率不断下行，越来越多中国民众像王亮一样，把积蓄从银行转移到股市，巨额居民储蓄成为推高 A 股流动性的重要资金池。但按照大摩的说法，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。我记得大摩说，能够进入沪市的资金也只有几万亿，8月份进入沪市的这个储蓄不超过3000亿。他这个文章说，他说过去2个月 A 股势如破竹的涨势，带动更多新股民跑步进场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星期二公布的数据，今年8月 A 股新开户超过265万户，较7月环比增长 35%， 比去年同期大增 165%。散户入市热情高涨，一度引发华夏银行、民生银行等
多家商业银行收紧信用卡监管，警告客户不得使用信用卡资金及现金透支功能进行股票投资，否则相关交易将被取消。说一些老股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新股民拥抱牛市的同时，一些老股民则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炒股32年的退休人士庄毅告诉联合早报，他过了好一阵才看懂这轮行情。69岁的庄毅早在1993年就进入股市。他回忆，当时 A 股还是 T+0 机制，每天可以买卖多次，这让他养成短线操作习惯。今天买进一只股，最多手里2-3天就卖了，不会留在手里。2015年 A 股经历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时，庄毅眼疾手快，在大盘跌停前抛售股票，成为极少数在股灾中有所斩获的散户。但在他看来，今年这波行情和10年前有明显不同。庄毅说，当年的牛市所有股票都在涨，最近大盘一直走高，但不是每个板块都在涨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参与，很有可能你赚了指数不赚钱，你买了股票它就不动，或者是稍微涨点，第二天又跌回去了。不是，前几年的牛市都是叫鸡犬升天。但从 A 股转投美股的张宇认为，他说 A 股难以在几年内建立起和美股一样成熟的市场机制。这个观点跟我差不多。文章最后说，年轻人被楼市、股市套牢。2020年刚步入职场的张宇开始投资 A 股，据他回忆，直到2022年3月，市场行情都还不错，但接下来2个月的上海封城，股市跌得一塌糊涂，大家都被套牢。6月解封后有一波回涨，我赶紧清仓离场，再也没有碰 A 股。转投美股后，张宇最大的感受是，美股信息更公开透明，市场化程度更高，投资者权益能获得更好的保障。他说，尽管美股有涨有跌，但张宇能清晰地看到导致波动的经济或政策原因。A 股往往靠情绪驱动，一家公司还没有发布财报，有传言说业绩很好，大家就跟着买，财报出来一看，果然业绩很好，股价却开始下跌，完全是反直觉。在张宇看来，现在炒 A 股的要么是刚进场不久的年轻人，要么是手头有闲钱的老年人。我们这代人刚毕业就被股市割韭菜，买房后又被楼市套牢，既没了钱也没了信心。这个文章的标题叫 A 股是慢牛还是泡沫？是慢牛还是泡沫，完全看每个人的个人判断。你认为它是慢牛，它就是慢牛；你认为它就是泡沫。沪市最近涨得不错，不管它是慢牛还是泡沫，总之有人离场，有人拿着钱进场，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漏夜赶科场，是一个道理。这个很多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趁着这一波行情，二话不说收起伪装，对吧？露出真面目，立马公布减持，在所难免。但是你减持就减持，今天有一家上市公司，它的减持的理由把金融消费者、把这些赌客肺又气炸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根据媒体报道，9月6号 ，A 股上市公司同花顺，那就是券商这一轮也没少涨，它发布公告，公司实控人兼董事长易真以及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减持不超过138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0.26%。此次减持不多，也没多拿，从股市资金池里面，人家也就拿5个亿走人，拿5个亿干什么？改善一下生活，毕竟现在缺钱，提高一下生活质量。其中董事长兼实控人易真，他个人就将近2.5亿从这个池子里面拿走，人家也没全套现，人家只套现了一点点，先拿2.5亿出去花，这个没毛病。公司公告减持原因，有人说是自身资金需要，我刚才说的，我要买游艇缺钱，我要买私人飞机缺钱，我要买山顶豪宅缺钱，
从金融消费者这儿拿一点走，希望大家谅解理解。没有私人飞机出行不方便，只是这些金融消费者赌徒，你是天天骑共享单车上班，还是腿着上班，不要紧，甚至有的人还没班上，倒也省事，没有出行需求吗？但是他那个董事长叫易征，坚持理由简直连印度的莫迪都自叹不如。这个董事长易征的坚持理由颇为新颖，他理由有2个：一，阶段性增持目标已圆满完成，我以前增持的，我这增持目标已完成了，我现在减持。第2个理由就更有意思了，叫让渡市场参与机会，释放流动性，激活市场活力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给翻译一下，大家都看好这个股票，你们都看好，那我就把筹码给你们，它还要涨，它现在是多少啊？300多是吧？要涨到600多的，我现在300多卖给你，让利给市场，我让利给这些金融消费者。你们都看好它要涨到1000，我这300我就卖了，剩下的700你们赚，说的没毛病是不是？而且还释放流动性。为什么筹码少？你看你们着急的，你看着股票要涨，你又买不到这筹码，我这拿出来给你们，激活了市场活力，一下迅速引发市场热议。特朗普就指责这个莫迪说：“你们印度，你跑到俄罗斯买石油，买完之后加工完了之后，一转手就卖到欧洲了，你就从你赚差价，大发战争财。”这莫迪就说了：“如果没有我们去搬运，那全球的油价得涨到多少？我这是功劳一件，赚钱那是次要的，我们赚钱那是副产品，我们主要是做贡献，抑制全球的油价，抑制通货膨胀。”你看这理由和大股东减持这理由，实际上我是支持同花顺的这大股东减持的。为什么呢？既然你认为这是牛市，那我筹码给你们，牛市你就缺筹码，你买到就是赚到，那大家都把筹码捂着，对那新股民买不到，那多着急，这叫雨露均沾。所以说大股东不要小气，筹码拿出来，它明明能涨到1000的，我300就卖，这难道不是做贡献吗？这不是共同富裕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认为这是牛市，你就不应该骂人家减持，应该鼓掌，应该给这个董事长叫好，这人家是叫让利。明明可以再多赚5个亿的，人家没要，就轻轻的拿了个2.5亿走人。你非要让人家拿5个亿走人，这不合适，这就叫让渡机会，没毛病。那些攻击这个同花顺董事长的，无非就是投机，他认为这不是牛市，炒作来炒一把，让我先走。你们这些大股东，你得把锁单锁死，筹码要锁死，先走，让领导先走，我是领导，让我先走。最主要是同花顺的这个董事长实际控制人。人家都害怕了，他只是拿一点点出来卖，他的市值已经是700亿，他自己持有的同花顺市值700亿，人家不想再赚了，非得逼人家赚。所以说，如果看到大家都一致批判这个同花顺的大股东，那就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，知道这个牛市，所谓的牛市只不过是个泡沫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董事长的做法鼓掌叫好，觉得他有大爱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那就说明大家都打心眼里认为这就是个牛市，4000点，14000点都打不住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